新馬師曾，香港粵劇與影壇傳奇，第一篇，開場白，一個傳奇嘅開始。Hello，大家好，今次我哋開始一個全新系列，講下香港影視名人嘅人生故事，帶大家回味一班創造咗香港娛樂輝煌年代嘅傳奇人物。第一位要介紹嘅係一個響粵劇同電影界都係神級存在嘅人物，新馬師曾。佢唔單止係慈善靈王，仲係香港上世紀文化標誌之一。準備好未？一齊走入新馬師曾嘅精彩人生。個人資料：從順德小子到舞台巨星，新馬師曾，原名鄧永祥，1916年6月20號喺廣東順德出世，1997年4月21號離世，享年81歲。佢有個花名叫做新馬仔或者祥哥，親切得嚟又有啲大佬氣場。佢嘅人生真是一個由零開始嘅奮鬥故事。小時候，佢屋企唔係好富裕，爹哋同媽咪喺佢8歲嗰年離婚，佢跟咗阿媽流連去香港生活。點知阿媽做女傭，生活艱難，仲經常俾人欺負。年幼嘅新馬仔為咗幫補生計，決定離家出走，拜師學粵劇，從此踏上藝術之路。佢9歲就跟咗粵劇名師何壽年、何世紀學藝，10歲已經喺一統太平班4處演出。因為天資聰穎，佢好快俾人叫做神童。最特別嘅係，佢模仿粵劇名伶馬師曾嘅演出太似神，於是師傅幫佢改咗藝名新馬師曾，意思係新嘅馬師曾。呢個名唔單止係一個致敬，仲成為咗佢一生嘅標誌。家庭狀況：4段婚姻，風波不斷。講到新馬師曾嘅家庭，簡直係一部充滿戲劇性嘅肥皂劇。佢一生有4段婚姻，每段都各有故事。第一個老婆係梅麗芳，但因為性格不合，婚姻好快結束。第二個太太梁添添，可惜喺29歲時因肺病過世，留低遺憾。第三段婚姻同蔡珍珠結連理，生咗3個仔，但最終都係離婚收場。第四段婚姻同洪金梅，人稱長嫂，最為人熟知。佢哋1965年開始同居，1992年正式結婚，生咗4個仔女，包括鄧兆尊、鄧兆榮、鄧小艾同鄧碧玉。不過，新馬師曾嘅家庭故事最出名嘅係1996年至1997年嘅遺囑爭產風波。話說新馬病危時，洪金梅同佢嘅仔女因為遺囑問題鬧得滿城風雨，仲連累咗一班親友如白韻琴、黃夏蕙喺傳媒上互串，變成香港娛樂圈一大話題。遺囑爭議持續咗10年，直到2006年，法庭判洪金梅敗訴，仔女勝訴，呢場風波先至告一段落。話雖如此，洪金梅同仔女喺2006年佢61歲生日時公開和解，總算俾呢段風波畫上句號。藝術生平：粵劇同電影嘅雙棲巨星，新馬師曾嘅藝術人生係粵劇同電影嘅完美結合。喺粵劇界，佢自成一格，創出新馬腔，唱腔獨特，感情充沛，令人一聽難忘。佢曾經同多位名師學藝，包括薛覺先同上海嘅京劇名家，融合咗唔同風格，成為粵劇界嘅頂尖人物。佢仲組過好多劇團，例如郭先聲、定乾坤同玉馬男女劇團，每場演出都座無虛席。喺電影方面，新馬師曾1936年開始拍片，首部作品係《美滿姻緣》。佢同鄧寄塵合作嘅兩傻系列喜劇，例如《分期付款娶老婆》、1961飛哥跌落坑渠、1967同怪俠一枝梅、1967都係當年嘅賣座之作，笑料百出，深受觀眾喜愛。佢拍過超過300部電影，涵蓋粵劇電影同喜劇，堪稱多產。1960年，佢仲創辦咗永祥唱片公司，出版自己嘅粵曲同電影作品，係一個全能藝人。
新馬師曾最為人津津樂道嘅係佢喺歡樂滿東華嘅慈善演出。佢連續多年喺呢個由東華三院同無線電視舉辦嘅籌款節目獻唱，例如萬惡淫為首之乞食、光緒皇夜祭珍妃、磨身上棒同客途秋恨等經典粵曲。每次演出都係壓軸環節，幫東華籌得唔少善款，因此俾人封為慈善靈王。成就：明星選舉常勝將軍，新馬師曾嘅成就絕對係重量級。佢喺華僑晚報嘅10大明星選舉中，1957年至1970年連續14次當選粵語10大影劇明星，1972年再攞10大影劇明星，總共15次獲獎，喺呢個選舉中最成功嘅男藝人之一。佢仲係香港八和會館創會理事會主席，為粵劇界嘅發展同傳承貢獻良多。佢嘅影響力唔止喺舞台同銀幕，仲延伸到慈善事業。因為佢小時候家貧，深知助人之重要，所以一生熱心公益。特別係東華三院嘅籌款活動，佢從無缺席，俾人留低深刻印象。著名演出作品同影片內容，新馬師曾嘅作品多到數唔晒。以下係幾部經典嘅電影同粵劇演出。萬惡淫為首之乞食粵曲粵劇，呢首係新馬師曾嘅招牌粵曲，佢喺歡樂滿東華經常唱，歌詞講述貧苦人生嘅辛酸，配上佢獨特嘅新馬腔，感情真摯，聽到人熱淚盈眶。呢首曲唔單止係藝術表演，仲帶出社會訊息，提醒大家關注弱勢群體。兩傻系列電影，新馬師曾同鄧寄塵嘅兩傻系列係香港喜劇經典。佢哋喺片中飾演一對傻頭傻腦但心地善良嘅角色，笑料連篇。例如分期付款娶老婆1961，講述兩個窮小子為咗追女仔搞亂晒嘅搞笑故事。新馬師曾嘅誇張表情同幽默對白，睇到觀眾捧腹大笑。怪俠一枝梅1967電影，呢部電影係新馬師曾嘅代表作之一。佢飾演一個行俠仗義嘅怪俠，武打同喜劇元素兼備。佢喺片中嘅身手同幽默演出，完美展現咗佢嘅多才多藝，成為當年票房熱話。光緒皇夜祭珍妃粵曲粵劇，呢首粵曲係新馬師曾嘅另一經典，講述光緒皇帝同珍妃嘅悲劇愛情故事。佢嘅唱腔充滿感情，特別係嗰份歷史滄桑感，聽眾每次聽完都好有共鳴。生活日事同趣事，一個充滿人情味嘅長歌。新馬師曾唔單止係舞台上嘅巨星，私底下嘅佢亦都充滿人情味。因為佢年少時經歷過貧困，所以佢好珍惜同朋友同家人嘅相處時光。據講，佢好鍾意喺茶樓同朋友飲茶，演一盅兩件，傾下人生，講下笑話，十足一個老友記。佢仲有個習慣，係每次演出前都會親自檢查道具同服裝，確保每場表演都完美無瑕。呢份認真真係令人敬佩。有次趣事，話說新馬師曾喺片場同鄧寄塵拍兩傻系列時，兩人即興加咗好多笑料，結果導演喊 cut 都停唔到，因為佢哋笑到攬住一齊滾地。呢啲幕後花絮，睇得出佢同朋友之間嘅默契同友情。近況，永遠嘅傳奇，新馬師曾1997年因病喺嘉諾撒醫院離世，留低咗無數經典作品同回憶。雖然佢已經離開咗我哋，但佢嘅新馬腔、慈善精神同幽默演出，依然活喺好多香港人嘅心入面。佢嘅仔女，例如鄧兆尊，仲繼續喺娛樂圈發展，傳承佢嘅藝術精神。結語：新馬師曾嘅人生啟示。新馬師曾嘅人生係一個從逆境中崛起嘅故事。佢用才華同努力喺粵劇同電影界創造咗屬於自己嘅傳奇，仲用慈善行動回饋社會。佢嘅故事俾我哋嘅啟示係，無論人生有幾多挫折，只要有夢想同堅持，
就一定可以創造奇蹟。好，今次關於新馬師曾嘅介紹就到呢度，因為佢嘅人生同作品實在太豐富，一篇講稿真係講唔晒。下集我會再同大家深入探討佢嘅其他作品，更多幕後故事同佢同當年影壇巨星嘅互動。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俾個 like 同留言，話俾我知你最想聽邊個影視名人嘅故事。下次見，拜拜。